昨下晡，伫菲律宾东边海面形成的轻度风台利奇马，中央气象局讲有机会增强为重度风灾。伊咧行这个路草，爱阁继续来观察。但是目前看起来会较偏过来台湾，甚至无排除会直接冲入来台湾。拜四甲拜五上靠近台湾，对台湾的影响上大，有机会来发布到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，北部甲东部爱严防大雨。云图顶正边下面白色部分就是风台利奇马，持续向西北方琉球群岛前进。但是根据各个预测路径显示，搁较增强，可能这风台往西比原本路径搁较靠近台湾，甚至无排除直接侵袭台湾。现在最新的资料对它的未来走向的预估分歧度还是比较偏大一点。那因此呢，它整个路径比较明确的状态，其实还是要持续的观察。那气象局不排除利奇马台风在未来可能会有威胁台湾的这个可能性。拜四到拜六是影响上剧烈的日子，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北部、东北部规天拢会落雨，转台天气拢无稳定。因为它是从台湾比较偏东到东北方海面接近，因此整个环流影响台湾，最开始会先比较有影响到的区域，大概就是以台湾的北部到东北部这一带为主。那当然，在礼拜三、礼拜四以后，整个环流影响台湾的降雨分布，还有降雨的强度，都要看到时候台风的距离台湾的位置而定。气象局表示，利奇马也伫持续增强，甚至有可能变成中度风台，提醒你爱注意气象资讯，唔通大意。